好，我们就一起掌声欢迎我们的1号参赛者王正芬。好，我们刚刚那个参赛者，我们就一定拿红色的麦克风，因为我们麦克风已经用了好几年，所以我们麦克风有些都坏掉了，所以我们就一律都拿红色标签的麦克风。有人在为你祷
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e让我们来到，不管在无路可助的时候，人在为我们祷告。那第二位参赛者陈晓东，那他。